人生如朝露，比喻人生短促。話說蘇武受漢武帝差派出使匈奴，但係佢寧死不降，被于丹流放到北海牧羊。蘇武忍凍挨餓，捉野鼠掘草根充飢，只係漢武帝賜俾佢嘅節將起居不離手。于丹於是派漢朝降將李陵去勸降蘇武，如果投降即享富貴。李陵話俾蘇武聽：你兄弟二人自殺，母親已故，夫人改嫁，其他人死活不可知。佢繼續話：人生如朝露，何必自己折磨自己咁耐呢？目的係想勸佢唔好再咁固執，應該盡早變節。唔知道你嘅想法又係點呢？人生既如朝露，轉瞬即逝，咁究竟係要盡情放縱享樂啊，定係及早得着永恆嘅盼望同埋把握呢？只有喺短暫嘅人生當中，及早信靠耶穌基督做救主，先至係最明智之舉。